依家係孤獨的驚犬美食家試食時間。今日驚犬五郎決定去飲杯咖啡。佢去咗幾間咖啡店，第一間有蛋糕賣，佢叫咗件蛋糕。食物嚟到，佢食咗一啖，佢覺得件蛋糕唔錯，再飲一啖咖啡。佢試咗一啖，佢心諗呢杯係沖粉嘅咖啡，冇任何嘅香味。佢要繼續搵咖啡飲。佢去咗一間好多唔同飲品嘅店鋪，店主好熱情，為佢送嚟好多唔同嘅嘢飲，但其實佢只係想飲咖啡。咖啡終於嚟咗，佢聞到有果香，但飲唔到果味，佢又好失望咁離開咗間店。佢行下行下，去到一間零售店，呢間店有果茶、有咖啡同埋其他精品賣。佢入咗去，佢同店員講我想飲咖啡，店員話俾佢知，我哋只賣包裝嘅掛耳咖啡。佢買咗盒返屋企試下。佢一開個包裝，香氣撲鼻。佢望一望個包裝，係熊貓仔巴西口味咖啡。佢心諗係巴西喜拉朵中貝日曬咖啡。佢有堅果、杏仁、奶油，味道十分平衡。佢再試埋熊貓女埃塞俄比亞口味咖啡。佢感受到藍莓、葡萄、佛手柑及芒果香氣。入口可感受到濃郁藍莓果醬，草莓伴隨着蜜桃軟糖風味，中後段浮現雞蛋花、佛手柑及葡萄氣息，甜美多汁，餘韻綿長。飲咗呢兩杯咖啡，佢覺得好似熊貓先生就係佢面前沖咖啡咁。熊貓咖啡師沖好咖啡，將咖啡遞俾驚犬五郎。佢感到自己身處係一個佈滿水果嘅咖啡園，四周都洋溢住水果嘅香氣。佢心諗原來掛耳咖啡都可以有精品咖啡嘅質素。佢再睇下咖啡嘅牌子，原來係驚犬香醇。佢發出回心微笑，佢好滿意呢次嘅咖啡體驗，決定再去尖沙咀金時商業大廈103鋪驚犬香醇再買多幾盒掛耳咖啡，日日沖嚟飲。